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2月11号。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伊朗，聊一聊中東的局勢聊一聊波斯人民。2月10號這一天隨着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緊急啟程前往美國，準備於當地時間2月11日與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會晤。波斯灣的局勢一下又緊張起來，這個大戰的氣氛撓的一下就上來了為什麼呢？這個內塔尼亞胡他去美國之前，他就對記者說他將向美方提出以色列在涉及伊朗問題上的原則性立場，並強調我這麼做不是僅僅為了以色列，也關乎所有希望實現和平與安全的國家。我給翻譯一下吧，就是為民除害，為人類社會除害，就這意思。這一下內塔尼亞胡去跟特朗普會面之前，先把自己給拔高了我不是光代表以色列我不是光考慮到以色列的安全，我還是考慮到全人類的安全。也就是說，伊朗不仅不能有核武器，而且也不能有导彈，也不能支持什麼地區代理人。内塔尼亞胡說這次去跟特朗普會晤，那言下之意就是我要指導特朗普怎麼跟伊朗人談判。内塔尼亞胡強調，與特朗普的多次會晤體現了兩國關係以及他個人與特朗普的特殊親密性。隨行的美國駐以色列大使赫卡比在登機前則稱，美以在伊朗問題上的立場高度一致，在伊朗問題上的紅線一致。他指出，相關談判能否取得進展，取決於伊朗方面的態度。可見這個內塔尼亞胡一下讓這個中東由於美以會談而暫時緩和的氣氛一下又上來了這個內塔尼亞胡為什麼這麼着急呢？根據英國的《每日電訊報》網站2月9日的報道這個內塔尼亞胡緊急會晤去拜訪特朗普，主要是因為以色列國內擔心美國特朗普政府會與伊朗達成一份寬鬆的協議。翻譯一下就是擔心特朗普在伊朗人的忽悠下掉鏈子。以色列要求談判達成的任何協議都應包含對德黑蘭的彈道導彈計劃以及其支持恐怖組織行為的限制條款，而非僅針對其核野心。因為據這個以色列情報部門估計伊朗每月要制造300枚精確制導彈道導彈，一年就是3000枚那這個對以色列对吧，對這個中東其他國家那都是一個極大的隱患对吧？一旦這個3000多枚彈道導彈對以色列进行飽和襲擊，那也夠以色列喝一壺的分析人士說如果美伊之間談判取得成功，這個成功指的是特朗普向伊朗讓步，那麼以色列在該地區的戰略利益將會嚴重受損。所以以色列計劃在美伊雙方進行第2輪談判之前對伊朗發動襲擊。那這一次內塔尼亞胡和特朗普是不是聊這些東西，我們恐怕過幾天就知道了。簡單點說有以色列參與不打那也得打。我們再看看特朗普是怎麼說的根據央視報道說當地時間10號，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若與伊朗的談判未能取得成果，他正在考慮或向中東地區再派遣一支美國航母打擊群，為可能的軍事行動做準備。一名美國官員證實，政府內部確實討論過向中東增派第2支航母打擊群的可能性。目前部署在該地區的包括林肯號航母及其打擊群，配備戰鬥機、戰斧巡航導彈等多艘軍艦。也就是特朗普還要極限施壓還是央視報道說這個美國總統特朗普10號當天表示，伊朗不會擁有核武器或者導彈。這就說明美國和伊朗根本談不到一起去。伊朗跟美國談判僅限定於核導彈這個免談，什麼地區代理人免談。而特朗普已經對記者說了，伊朗不會擁有核武器或者導彈。这個特朗普進一步表示如果美伊雙方無法在近期達成協議，他準備像去年6月以衝突期間那樣採取軍事行動。特朗普說伊朗非常希望達成協議，但如果談判失敗，美國將採取非常強硬的行動。你看就是特朗普是進一步施壓特朗普表示美國在海灣地區的軍事部署為其對伊朗施壓提供了重要籌碼，並證實其正在考慮向中東再派遣一艘航母及其打擊群。那這個航母據專家分析很有可能是喬治·布什號。那這個要部署到中東可能要2周以上的
的時間。但是啊，考慮到特朗普这個人說話不靠譜，這個也有可能啊是麻痹伊朗人，也有可能是極限施壓。那伊朗人也可能認為這短期內對吧，這10天還是安全的，也可能會鬆懈一下，那就趁這機會，特朗普可能要突襲啊。所以說啊，這伊朗的神棍政權也不敢掉以輕心啊，你不能全信特朗普的。特朗普預計啊，美伊第2輪談判將在下周舉行。他強調啊，任何與伊朗達成的協議都必須不僅包括核問題，還必須包括處理伊朗的彈道導彈問題。他補充說啊，我們可以與伊朗達成一份非常好的協議。這個是典型的啊，特朗普的這種外交語言呢，他的這種叫交易藝術，一邊不停的對伊朗施壓，把槍頂在伊朗腦門上，一邊說我們可以好好談一談，我們可以達成一份非常好的協議，一邊極限施壓，一片這個外交談判的大門也不關上，讓伊朗的神棍政權去選吧。那我們再看看伊朗的反應啊，首先啊是伊朗的這個外長阿拉戈奇現在四處放風啊，伊朗絕不放棄濃縮鈾的權利，至於導彈那更是伊朗國家主權，別人無權干涉，就是姿態很強硬啊，哪怕是開戰也絕不放棄濃縮鈾的權利，也絕不放棄發展導彈的計劃。但同時啊，伊朗也積極響應啊特朗普的這種外交，姿態也很柔軟啊。伊朗的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2月10日表示，伊朗與美國的談判將繼續以目前的形式進行，前提是雙方就下一輪談判的時間和地點達成一致。兩國新一輪談判目前仍沒有敲定時間和地點。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伊朗最高領袖顧問拉里賈尼2月10日當天訪問阿曼，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同一天動身赴美。伊朗和以色列兩國出訪同步反映出當前地緣政治博弈仍然十分緊張，伊朗還是希望通過外交行動來穩定局勢，而以色列則希望綁定美國，確保自身的安全訴求。這兩場外交活動加劇了談判的不確定性，可能會使下一輪美伊談判更加難以取得突破。這個伊朗的外交部發言人同時還說伊朗從未回避外交途徑，這個就是響應特朗普的這個號召，說我們從來沒有拒絕過談判，但是若遭侵略，伊朗必將予以毀滅性回擊，並且這個巴加埃還這個呼籲特朗普不要受以色列內塔尼亞胡的蠱惑，不要受以色列的影響，不受以色列的影響那是不可能的這個恐怕咱們網友都知道，在美國如果說有一個民族或者有一個國家可以左右美國的上層的決策或者國家政策，那恐怕只有猶太人，只有以色列以色列人的游說能力在美國那是絕对的是可以左右的，无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因為猶太人在美國的不僅這個經濟上面，在科技上面，在宣傳上面，在文化上面，對吧？他都是在這個掌握着這個，不能說掌握吧，至少是對美國有非常大的影響。美國很多取得成就的個人還有一些組織，對吧？都是猶太人，所以說這個伊朗人希望特朗普立住了，不要受這個以色列，不要受猶太人這個蠱惑影響，那怎麼可能呢？但是這個伊朗的最高領袖哈梅内伊的顧問拉尼賈尼先去訪問俄羅斯，現在在伊朗周邊，對吧？去串聯，效果不會太好。首先，這個俄羅斯啥也給不了，作為正義聯盟的老大現在深陷烏克蘭戰爭，自己的滿頭的包自己的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自己每天都被烏克蘭炸。你說他的這個 S300、S400 緊着自己都不夠，擱到戰場上對付一下烏克蘭的無人機，說不定還管點用，對吧？你拉到伊朗去那就沒用。對付這個 F35對付這個美帝國的這個反輻射導彈，什麼電子干擾，那就成了一個廢鐵這個在這個委內瑞拉已經得到了驗證，那玩意兒只能是起個心理作用，安撫作用。你打一打烏克蘭的無人機，保不齊靠譜，送到伊朗去就是浪費。所以說這個作為正義聯盟的大哥，也只能口頭支持一下伊朗，對吧？最近這個俄羅斯的外交部長拉夫羅夫一直在接受媒體採訪，反复強調這個美帝國不應該侵略伊朗，不要試圖推翻伊朗政權。美國還想搞他的那一套殖民主義，這是大錯特錯，對吧？現在流行搞公投，要搞就像我們這樣到烏克蘭去公投。所以說這個拉尼賈尼跑到阿曼去訪問有什麼用呢？無非就是再去恐嚇這些中東的王爺，對吧？也就是我要死，我一定要拉個墊背的，不就這意思嗎？好，現在伊朗拉以色列墊背好像有點夠嗆，因為是以色列人，對吧？自己的這個技術也很厲害，再加上有美國幫他防禦，
伊朗的導彈打到以色列，那中間還要過什麼約旦啊、什麼伊拉克等等啊，那個半路上被人攔截，也就是打以色列恐怕稍微難一點。那麼伊朗人意思就是我打你們阿曼、阿聯酋、什麼迪拜、沙特，那還是綽綽有餘的，就這意思啊，就是我這要完蛋，我就把你們先霍霍了。這個是跟正義聯盟大哥學的，正義聯盟大哥就是這態度啊，沒有了俄羅斯要地球幹什麼？不就這意思嗎？你誰也把俄羅斯打敗了，我就把地球給毀了。就你看伊朗的態度就是，那我沒有能力毀滅地球啊，我有能力毀滅中東，就這意思。沒有伊朗還要中東幹什麼呢？大家一起玩玩。所以這就是這個伊朗的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派人出去遊說，他無非就是曲裡拐彎的想表達這個意思，到時候同歸於盡啊。所以你們現在有力的趕緊使力，對吧？趕緊勸一勸特朗普，流氓嘛。就這樣啊，這就是正義聯盟。當然了，正義聯盟這也沒有放過二哥啊，大哥那兒卡不住油水，大哥現在对吧，就自己焦頭爛額，他現在把二哥給拉上。所以說啊，你看這個《環球時報》報道啊，這個還都不是編造的啊。這個伊朗駐華大使最新動態說，感謝中方主持公道。據外交部網站消息，2月9日，外交部副部長应邀出席什麼伊朗駐華使館舉辦的國慶招待會啊，並會見伊朗駐華大使法茲里。法茲里感謝大國在伊朗國家發展道路上給予的寶貴支持。你看是這麼寫的啊，是國家發展道路上寶貴支持啊，沒有說他跟美國幹仗，這是咱給他支持啊，這個要說清楚。很多盤們一聽這個情緒啷就上來了啊，上頭了。你看這個正義聯盟出手了，支持這個伊朗了。其實不是啊，人家是國家發展道路，就是搞經濟這塊支持的，表示伊方期待以建交55周年為契機，深化各領域合作。後面一句啊，說伊方感謝大國主持公道，將繼續堅定捍衛自身正當權益，願同大國共同維護國際公平正義。你看，要麼怎麼叫正義聯盟呢？因為他們都標榜為這個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嘛。那俄羅斯也是啊，俄羅斯對烏克蘭這個特別軍事行動，那也是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啊，所以叫正義聯盟啊。那有人就說了，去年6月份吧，那12日戰爭，伊朗那幾架飛機已經被以色列霍霍的差不多了，都沒起飛嘛，那不是炸的差不多了嗎？伊朗沒有飞機，那怎麼跟美帝跟这個猶太復國主義鬥呢？伊朗人很有意思啊，50年前啊，在那個巴列維時代跟美國關係還不錯的時候，從美國進口的戰鬥機，什麼 F-14戰鬥機，叫什麼熊貓戰鬥機，對吧？這是50年前的引進的啊，也多少架，可能10來架吧，多少架？總之在去年已經被以色列用 F-35啊摁在地上摩擦沒了，那怎麼辦呢？所以說啊，大國立馬伸出了援手啊，不能見死不救啊！大國立馬給伊朗啊送出去了飛機。根據伊朗的消息啊，大國武官在一次正式會晤中向伊朗空軍司令贈送了一架歼20隱形戰鬥機，不是鬧着玩的啊。不過啊，這個是一個戰鬥機模型，這個你也不能說沒給啊，給的是個模型啊，這個極大的提升了伊朗的這個鬥志啊。這玩意往伊朗那一放，首先是這個猶太復國主義啊，美帝國啊，這些你的導彈、你的飛機，你找不到人家飛機放在什麼地方，他們發現不了伊朗的這架殲20，你最先進的電子戰手段、偵測、衛星，你都找不到這架飛機放在什麼地方，对吧？第二個，這飛機放在那主要起到的是從心理上壓制美國的 F-35啊，不用真起飛啊，也不用真的去升空作戰，它主要是起到一個鼓舞士氣。因為伊朗在那個神棍政權的領導下，在哈梅內伊对吧領導下，伊朗是相信的力量，對吧？他相信只要你每天喊上1萬句清場是遙遙領先，你就遙遙領先了，对吧？要相信的力量。所以伊朗人得到這架模型如獲至寶啊，放在一個絕密的地方，每天去膜拜。你說正義聯盟大哥說沒東西送，我飛機我自己要，對吧？這個 S300、S400 不太好用，二哥說我給你送個模型，你看這就體現了這個正義聯盟內部的這種友誼啊，深厚的友誼，互幫互助啊。我們再看看美國啊，美國特朗普還是老一套啊，嘴上在打嘴炮，但是人家手下沒閒着。首先啊，還是這個央視報道啊，根據路透社2月11日報道說，對比分析衛星圖像顯示，自今年1月以來，隨着美國與伊朗緊張局勢升級，駐卡塔爾烏代德空軍基地的美軍本月初曾將導彈裝載到移動發射平台上。報道指出，這意味着這些導彈可以快速部署進行打擊或迅速轉移防禦。翻譯一下啊，就是美國人導彈上膛，就像子彈上膛一樣，保險已經打開了啊，隨時扣扳機。除了卡塔爾以外，
外，美軍在伊拉克、約旦、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巴林、阿聯酋、阿曼、土耳其以及印度洋迪戈加西亞島均設有基地，可用於在其中東地區的軍事行動。今年1月中旬和2月初衛星圖像對比還顯示，多國的美軍基地均加大了軍機等裝備的部署。根據這個衛星圖像顯示啊，這些基地啊，美國在中東最大的軍事基地，導彈已經被裝載到卡車發射架上。這個愛國者導彈搭載在機動發射架上，而非半固定發射架。這意味着，如果伊朗先發制人發動攻擊，或對美國以色列可能的打擊進行報復，這些導彈可以快速部署、實施打擊或重新調整防禦位置。路透社報道的啊，這個還沒完呢。剛才說的是圍繞着伊朗西部、南部，對吧？甚至還有東部、東南部啊，這個一大圈已經被美軍跟以色列圍上了。那現在是伊朗的北部，離伊朗德黑蘭非常近，里海方向更讓伊朗神棍政权不安。為什麼呢？那就是美國的副總統萬斯竄訪亞美尼亞，然後又竄訪阿塞拜疆，這個就是啊，伊朗頭上的叫達摩克利斯之劍。大家也知道啊，這個萬斯啊，这家伙他在跟盧比奧這種內部競爭啊，他現在已經稍微有點下風了。為什麼稍微有點下風呢？就是流量被這個盧比奧給吸走了，就是因為盧比奧支持特朗普在委內瑞拉，對吧？抓捕馬杜羅，而這個萬斯好像不太支持啊，所以盧比奧最近這一兩個月那是大出風頭啊，又是委內瑞拉總督，對吧？又是這個又是那個，反正委內瑞拉都由盧比奧說了算，那就這意思啊。那個流量，对吧？不就到了盧比奧那嗎？萬斯啊這一塊落後了，所以萬斯啊是堅決支持打擊伊朗的。對伊朗，萬斯是主戰派，這回無論如何啊也不能再落在盧比奧後面了。所以這個萬斯啊就到處竄訪，去阿塞拜疆、去亞美尼亞，絕沒有安好心啊。美伊談判之後啊，美軍的軍事行動邏輯已逐漸清晰，尤其是萬斯在數小時前抵達亞美尼亞，以及美陸軍部長探訪土庫曼斯坦，暗示美軍已將觸手深入伊朗以北的南高加索地區。美軍行動邏輯與2025年下半年和委內瑞拉的戰略交鋒相似，核心邏輯是以談判和軍事部署同時推進。比如2025年下半年，美方多次要求與馬杜羅談判，並提出要求，但都被馬杜羅明確拒絕。在遠程喊話的同時，美軍也向加勒比地區部署硫磺島號兩棲攻擊艦編隊，同時美軍在波多黎各擴建羅斯福海軍航空站，部署 F-35A 等空中力量。今年的美伊局勢與去年下半年極度相似，處於雙方談判階段。但是與此同時，美軍也在加緊在伊朗周邊部署軍事力量。比如之前我們已經分析過啊，就是美軍目前在約旦、卡塔爾部署了大約2個營的愛國者和薩德末端反導系統。這些我剛才說了啊，就是在那個伊朗的西部、南部、東南部，團團給它圍住。那現在就是北部和東部啊。現在美軍又深入到伊朗的以北的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和土庫曼斯坦。德黑蘭在地理位置上恰恰更靠近北邊，也就是更靠近里海啊。從軍事角度看，從北邊發起特種作戰，在戰術層面上反而更加合適，因為從這個阿塞拜疆啊到德黑蘭好像就300-400公里，而且都是基本上海面和一馬平川，沒有伊朗南部的那些高原和這個山脈。所以美軍當前在伊朗以北的活動乃至軍事部署，與2025年下半年美軍在委內瑞拉隔海相望的波多黎各、加勒比海的軍事部署非常相似。核心邏輯是在談判的同時尋找軍事打擊的確定性，在這種確定性出現之前，談判和遠程喊話仍然是主旋律。伊朗目前拒絕美方提出的3個條件，與數月前馬杜羅明確拒絕美方條件局面較為相似。於是大家就看到了今天就是昨天美國副總統萬斯出現在伊朗北邊的亞美尼亞，以及美軍陸軍部長探訪土庫曼斯坦。那麼美軍何時可能動手呢？那就是在軍事層面確定性完全出現的時候，同時談判仍然無果，那可能就是軍事打擊的臨近節點。美軍的特種部队、特種作戰飛機已經從德國的拉姆施泰因空軍基地部署到土庫曼斯坦有可能再部署到这個阿塞拜疆。所以
以說特朗普你不能光看他嘴上在说什麼，你要看他在做什麼。那同時伊朗內部呢，那就是现在啊，在高压之下，内部已經開始分裂，倾巢之下安有完卵。首先啊，伊朗首都德黑蘭多地發生強烈爆炸和火災，初步消息顯示軍用倉庫和工廠發生爆炸，這個應該是啊伊朗內部啊，對吧，已經到了這個臨界點。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布通知啊，說我們呼籲民眾積極參與紀念革命的遊行活動，以無情打擊煽動暴亂的煽動者和幕後策劃者。也就是伊朗現在展開轟轟烈烈的抓內奸活動，肅清伊朗國內的這些隱藏在伊斯蘭革命衛隊或者隱藏在這個神棍政權教士集團的這些大侄子1450美國的奸細摩薩德的特工，他們先從上层抓起啊。所以伊朗的內部权力洗牌，這個也是对特朗普的一種強硬的回應，就是不行我就跟你血拼到底。面对美軍的高壓，伊朗內部發生了劇烈的權力調整，主戰派全面上位，這標誌着伊朗已下定決心反美到底。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已下令革命衛隊進入全面臨戰狀態，目標直指以色列。更具挑釁意味的是，伊朗軍方發布了一段模擬攻擊美國航母 AI 的視頻，雖然畫面略顯粗糙，但這體現了伊朗的囂張姿態和心理戰意圖。這些都是徒勞啊，沒有什麼意義。因為這個在100多年前東大就已經有過這事啊，對吧？通過繪畫來詆毀這個或者來這個打敗日本的海軍，甲午海戰，對吧？東大就用這個尿罐子、尿壺扔在海面上，日寇的這個日本的軍艦一看到這個落荒而逃。結局是什麼？大家都知道啊，這個就叫自欺欺人吶。清明節燒報紙啊，糊弄先人。伊朗權力洗牌的細節尤為引人注目。首先，前總統魯哈尼因主張對美妥協以換取解除制裁被軟禁，這位溫和派代表人物的落馬象徵着親美勢力的邊緣化。隨後，改革陣線黨領導人阿爾扎曼曼蘇里以通美罪名被逮捕。值得注意的是，現任總統佩泽西奇扬現在也是自身难保。在伊朗的政治語境中，不光是伊朗啊，在这个正義聯盟內部啊，在這個正義聯盟的盤盤們那個腦子裡面，改革派、溫和派那都是叫親美投降派，都是大侄子，對吧？你不跟英美血戰到底，那都是叫大侄子。所以說啊，這個伊朗此次清洗旨在整合內部力量，將主戰派推向前台。在軍事層面，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經歷了高層更迭，在伊以12日戰爭中，2任司令被以色列空軍團滅，導致指揮鏈短暫失靈。為汲取教訓，伊朗調整了軍隊指揮結構，借鑑黎巴嫩真主黨的模式，將戰鬥指揮權下放到中層官員。實際上啊，這個就有利有弊了。有利的一面就是萬一到時候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高層被斬首，或者是德黑蘭實施電子干擾，或者是指揮中樞被這個摧毀，那麼伊朗分散在全國各地的這些基層組織它就癱瘓了，因為他們都是要接到最高命令他才能下手，因為他們都沒有權利的啊，上面說怎麼幹你就得怎麼幹，一級一級批復，一級一級命令。好，那為了防止到時候被這個指揮中樞被斬首被掐斷，所以給基層的官兵一定的適當的決策權指揮權，那這是肯定有好處，但是壞處那也很明顯，對吧？這裡面恐怕就有很多這種到時候你不知道他槍桿子指向誰，就很難控制了啊。到時候他槍桿子不是對準美軍，反而也可能對準伊斯蘭革命衛隊。那麼伊朗的神棍政權哈梅内伊願意把權力下放，這都是不得已而為之。你不下放那行，到時候正好中了特朗普的奸計，到時候特朗普一下把那個德黑蘭，對吧？把這個哈梅內伊把這中樞給幹掉，伊朗馬上就垮了，癱瘓了。現在為了不讓他癱瘓，那就把權力下放。你權力下放，你下面那些人啊，他就有想法，一招權在手，對吧？便把令來行，對吧？槍在手，跟我走。伊朗內部爆發武裝起義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所以說啊，神棍的政權呢，已經進入叫不戰自亂的這種前夜。只要外部壓力足夠大，只要掐斷它的經濟來源，它的石油出口不行了，賣不掉，沒人敢買。特朗普現在圍困啊波斯灣，實際上就在那兒，你伊朗的這個走私的油輪出不來他就沒錢，沒錢，它內部矛盾就要更加激化。下級軍官就會認為自己賣命，但是工資都發不下來，都被上級軍官貪了，你說他能平衡嗎？所以說啊，他這個槍口到時
時候指向誰，這可不好說啊。實際上啊，當前的伊朗局勢就像在走鋼絲，但遺憾的是鋼絲已斷，一邊是伊朗的虛張聲勢和導彈威懾，一邊是哈梅內伊躲入地堡，舊秩序搖搖欲墜，美軍重兵壓境，已接近飽和，特朗普一定會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特朗普的目的咱們反复強調啊，是要徹底的給伊朗去势阉割。伊朗你最好自己阉割，你不自己阉割我就幫你，就这麼簡單啊。你承諾是不行的，最好你自己了斷，對吧？自攻，如果你下不了手，不願意自攻，那行，那就麻煩以色列還有美國，對吧？我辛苦一下。而伊朗人想通過協議讓我自我約束，我不亂來，沒用。那特朗普為什麼不動手呢？他無非就是對吧？現在還沒到火候，繼續高壓，繼續瓦解伊朗的鬥志，繼續讓伊朗對吧內部產生變化，然後好一擊致命。畢竟啊，那特朗普美國現在是刀俎啊，美以是刀俎，伊朗是魚肉啊，美以是貓，对吧？伊朗是老鼠。任何鼓吹什麼伊朗導彈，伊朗很厲害，伊朗到時候玉碎，伊朗到時候就跟美國拼了，跟以色列拼了，那都是胡說八道，对吧？都是高估了伊朗神棍政权的能力。伊朗神棍政权真的要有能力，他就不可能把伊朗搞成这個樣子。伊朗當前民不聊生，四周樹敵，不都是拜這個伊朗神棍政權所賜嗎？對吧？這麼一個神棍政權，很多盤們還以為他很有戰鬥力，他很有號召力，他很能打，這個都是誤判啊，對吧？一個把國家搞成這麼爛的，對吧？160萬里亞爾換1美金的，對吧？這里亞爾都變成廢紙了。很多正義聯盟的盤們還盼着伊朗有奇蹟發生，伊朗那個神棍政權起死回生，無非是啊想借着伊朗的這個神棍政權的這個人血，對吧？想要沾自己的饅頭，想要滿足自己的這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夢啊終究是夢。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